来讲王定元，王定元伫咧1919年出世，迄个台湾威权统治的年代，伊积极参与民主运动，是台湾党外运动甲推广地方文化真重要的人物。今年王定元白岁满40冬，伊的查某囝王敬玲特别办一场纪念活动，邀请无共世代代表来讨论台湾的民主运动甲地方创新的发展。 这本红 K 少年兄写的是1950年代到1980年代积极参与党外民主运动的黄定元，一生为着自由民主走从奉献的故事，为着让更较侪人了解台湾民主运动的发展，伊的查某囝王敬玲教授特别举办纪念活动，邀请无共世代代表来讨论台湾党外运动参地方创新的关系。发现到咱这党外运动的前辈，其实因拢足关心咱在地文化的创新。 物件对爸爸伊去参与着，譬如讲宫庙内底伊去担任这个庙的主委、庙的总理，要对这个咱庙的内底，并且信徒斗阵，去互因发现着讲咱在地文化其实真重要。这场讲座计共邀请5位来宾，有党外运动的大前辈周清玉女士，除了分享台湾民主路的历史，嘛为台湾的语言平权来讨论自由平等。另外，还有学生代表为新世代角度来看台湾文化保存。语言其实只是上基本个结构上无受到重视，像咱其实空气足要紧的，但是都无感觉伊重要的，都无去你才知苦啦。所以即话会使讲对遮伫咧努力。甲阮中华文化透过贴文，搁有活动，这两个方式甲伊传出去。我们就是想讲，即马学生拢较袂晓讲台语啊，要伫咧8月30日的时阵，要伫咧中华的孔庙办咱台语的绘本日。 主办单位表示，台湾民主运动其实和文化运动拢是相牵连的，希望透过地方人物的故事，让大众了解台湾民主的发展过程，嘛要鼓励大家站出来，用家己的方式关心台湾的在地文化。记者杨淑清综合报道。